今麦要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第1到第12节。主啊，世世代代，你是阮的避难所。众山也无被造，大地甲世界也无成形成。对古早到永远，你是上帝。你叫人返本归原，你予因回归土粉。伫你眼中千年那一日，就亲像过去的昨昏，像夜间的一更，你亲像大水一样，甲阮冲走。阮的生命短短那梦，阮亲像早起时发芽生长的草，早起时生长茂盛，暗时凋萎枯焦。阮予你的生气消灭，阮因为你的发性惊吓。你甲阮的罪孽摆列伫你的面前，甲阮稳重的罪过显露出来。阮的年月伫你的大生气之下缩短了，阮的生命亲像吐一口气消失了。阮的一生年岁不过70。健康的可能到80，但所得到的只是劳苦愁烦。生命10000年消失，阮拢要成做过去。谁知影你生气的威力？谁明白你生气的可畏？求你教示阮，算小阮短短的年月年日，好互阮搁较有智慧。今日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木心系列第2讲自我，请大家准备心来领受主的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讲到，当咱用圣经的角度去看咱本身的时阵，咱会发现咱是被上帝所接纳的，咱是有价值的。同时，咱嘛知影。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是爱负责任的。今日咱要继续利用上帝话来看这个主题。对圣经来看，咱人到底是什么款的本质？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这是阮静静听候你，听候你对阮讲话，互阮明白你的计划、你的想法。主啊，阮即时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智慧的心，互阮会当真实了解你的话语，也照安尼去行。透过安尼来荣耀你，也互阮领受祝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咱所读的经文是诗篇90篇，这首诗是蕴含着真深的人生的哲理的一个真水的作品。有人认为伊是摩西晚年的时阵，当伊要行完这个旷野的路站的时阵所写。咱理解，当伊回顾伫这旷野流浪真长的岁月中间，一开始甲伊做伙出埃及的这东行的人，一个一个拢离开世间，伊深深感受到人生无常是无法度完全掌握的，所以伊就写了这段诗句。这首诗对咱来讲，会当帮助咱去明白生命真实的本质甲伊的意义。所以咱爱真详细来看。咱伫顶回有讲过，咱的生命是上帝所接纳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责任的。但是咱嘛爱正确来了解咱生命的真相。咱伫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安尼讲上帝啊，你互人返本归原，就讲人是对土粉所造成，有一天上帝互咱会回归土粉。伫你的眼中，千年亲像一日。讲咱的生命短暂，那亲像眠梦，那亲像滚一醒相款。咱亲像早起时发生的草，早起时发生真茂盛、真水，真缤纷灿烂。
但到尾时收割，就凋萎孤单去。所以，这做事的摩西，伊感觉讲人生是无常的，是咱人完全无法度掌握的，甚至咱嘛无法度用咱的想法，互家己的性命延长一刻久。好亲像花草相款，100年就消失。所以咱人生真正是无常，真正是无法度受咱本身掌握。有一寡性命甚至是咱讲100年久就消失了。所以虽然咱真无爱去面对，但总是咱真实来想，咱每一个人拢是咧等待消失。拄则圣经甲咱讲吼，咱的一生的年岁不可70，永壮会当到80。咱今仔日医学科学较进步，延长咱的寿命，但是总是咱会当活超过100岁，但是伫历史中间比起来，其实嘛是100年久，真短的时间。所以伊讲，圣经的作者讲，咱伫即个一生的年岁中间，所夸口的只是劳苦忧愁，性命100年久就消失，咱有一天拢会真做过去。就是讲，有一天咱拢会真做历史的一部分。这是生命的本质，是生命的现实。无论偌久，有一天咱总是会过去。其实，咱理解，无论生命会长会短，咱每一个人有一天拢需要面对咱肉体的死亡。无论你今仔日偌成功，或者是你的生命状况是安怎，你是王亲贵族，你是平凡百姓，咱每一个人拢需要面对死亡。生命的本质就是遐尼软弱，就是天后消失。亲像一个囡仔咧碰水共款，咱伫细汉的时阵碰起来，咱做出力想要将这水流伫咱的手中，但是有一天总是会流掉去。咱的生命就是，咱的本质就是安尼。这款的生命本质，咱人够毋茫，咱人够毋茫。所以做事的摩西，伊看见到伊的老朋友一个拢离开。伊嘛行到人生的路尾的时阵，伊有即款的感叹。但是，当伊自行去看咱的人生的时阵，伊去想到一点，伊讲，因为生命有一天一定会消失，所以咱应该爱把握这有限的生命，互伊成做真侪可能性。所以伊求上帝啦，求你假使阮数算家己的年日。通互阮的心有智慧啦。讲咱咧真数算的意思是啥？数算的意思就是讲咱爱真在意、真珍惜，是爱彻底去明白生命真实的意思，然后好好来把握，互咱这个短暂有限的人生，虽然一定会过去，但是伊袂当过了不明不白，袂当过了清清彩彩。咱应该爱学习。数算咱家己的日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对人生来看，咱有一天拢会过去，看起来亲像无意义，但总是，其实你要明白，因为咱是上帝所保守的，咱是有价值的，咱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换来，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利用这个短暂有限的人生，来创造真侪可能性。咱一定要学习安怎去数算家己的日子，每一天拢爱值得咱珍惜。数算咱家己的日子是咱爱学习的功课。所以今仔牧师要用3个部分，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安怎去珍惜、去数算咱的日子。第一项，咱爱学习的就是，咱爱用真认真、严肃的态度去看，到底这个时刻。是虾米代志咧支配咱的人生？咱人生会互真侪代志所主导，有的是正向的，这真好；但是有的是负面的，咱得爱真认真去看这个代志，来改变过来。
在座有一寡人会讲啊，我的年纪已经真大，这个问题是少年人应该爱思考的，甲我无真大的关系，这是毋对的。无论你的年龄偌大偌细，咱拢应该爱真认真严肃来思考这个问题，利用咱所剩的这日子，会当造成真大的可能性。所以，咱第一项就是爱来了解，到底是虾米款的力量来主导咱的人生。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几个部分，这拢是负面的，咱来去调整。第一项，有一寡人是活踮伫别人期待下面，有真侪人活踮伫家己的父母、家己的另外一半，活踮伫家己的儿女，活踮伫家己的朋友的期待顶面。顶礼拜牧师就同大家讲过，活踮伫别人的期待下面，用别人来决定咱的价值是真痛苦的。但而且有一点爱来大家澄清，如果因为信仰的关系，咱甘愿为着别人来活，亲像保罗同款，这是幸福的。但是而且咧讲的毋是安尼，而且咧讲是讲咱一直活踮伫别人的期待下面，为着要互别人欢喜，咱袂记起家己。袂记起家己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的计划，袂记起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有真好美好的心意的时阵，咱会活了真痛苦。所以咱来纠正过来。我看到真侪父母为着家己的囡仔咧活，将家己的囡仔当作家己生命的主宰，即款的父母袂欢喜。我嘛当时我过去咧做学生工作的时阵。我拄着真侪少年人，伊嘛感觉讲，伊的人生无想要互伊的父母决定，伊决心活踮伫即世间是为着要完成伊父母过去无法度完成的期待。其实伊有伊家己人生的计划，伊嘛了解上帝爱安怎引带伊，但是伊的父母一定爱伊照伊父母的计划去行，所以这无一定真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是活踮伫别人控制支配的人生，咱来做调整，咱来去找找，到底什么是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第二项，有的人是活踮伫物质所支配的人生，被物质所支配的人生是真痛苦。有一寡人一直想要伫生命中间累积一寡代志。伊认为我累积这物件会互我更较快乐、更较安全，互家己变了更较重要。但是就亲像咱所知，物质检测会为咱带来真短暂的快乐，但是无法度满足咱整个人生，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喜乐。被物质所支配的人生，就亲像顶礼拜牧师所讲的，将人的地位放毋着所在，将物质。放做伫咱的顶面，成做物质的萝卜，这咱来调整。第三，有一寡人是被罪恶所支配人生，有一寡人的人生被邪恶歹的代志所主导，这代志捆绑、束缚伊的人生。有一寡人伫人生中间可能犯一寡错误，但是伊一世人。不断后悔，所以伊受到这个后悔来控制伊的人生。伊常常咧想这个代志，所以伊受到伊的回忆所掌控，生命拢活踮伫痛苦的回忆中间。这种的人无法度活出真实有意义的人生。咱来想看觅，如果摩西伊一世人拢怨恨，拢后悔。怨恨家己一时冲动去杀死人，所以若永远拢伫踮这旷野内底，伫遐埋怨，伫遐怨恨，讲我过去开为虾米一时的冲动做毋着代志，安尼伊就无法度受上帝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咱看保罗若一世人拢咧后悔讲我过去迫害上帝的教诲，我还会犯遐尼济错误。伊永远无法度对这个怨恨的中间行出来，安尼真侪外邦的教会都袂当被建立起来，伊就袂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成做外邦的使徒。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可能犯错，
嘛当安尼讲，咱的人生无可能无犯过错，但是绝对毋通互过去的错误所支配，来毁坏你整个的人生。咱来对后悔了爱改变，按伫上帝恩典下面行出来。嘛有人毋是家己犯错，是别人犯错，互伊受到伤害。结果伊永远活踮伫迄个伤害中间，因为伊无愿意赦免，无愿意透过疗赦来解除苦痛，反倒当互即个怨愤掌握伊整个的生命，或者怨愤苦毒伊的生命。咱来理解，别人的伤害，别人伤害咱是一时啦，但是怨愤会伤害咱一生。我嘛看见着真侪人，将迄个怨愤的苦毒放伫伊心肝中间，1冬、2冬、3冬、5冬、10冬、20冬，那想到这代志，伊就生气，结果伤害伊的人无感觉安怎，伊家己一世人拢艰苦。咱来对这怨愤中间，透过疗赦来行出来。有的人被惊吓所支配，咱来理解。这惊吓会互咱的生命萎缩。有一寡人因为生命中间不幸的遭遇、错误的驾驶，或者是对上帝的认捌无够，产生伫世间产生着真侪惊吓。这惊吓互咱的生命无法度喘气。亲爱兄弟姊妹，咱要数算咱家己的日子，先爱真认真严肃的心来检视。到底现主是什么货的代志来控制你的生命？如果是这负面的代志，你要决断行出来，要突破这困扰。上界重要就是咱要去找出正确支配咱的力量，安尼咱的生命才会有意义。咱顶礼拜有讲过，伫上帝眼中，咱每一个人拢是宝贝，拢是受接纳的，拢是有价值的。所以，咱一定爱将咱的生命交托互这个听咱的上帝来主导咱的人生。安尼，咱的人生是上界美好的。那安尼，要安怎互上帝来主导咱的人生？就是咱来进入第2点，就是咱来去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咱真实来去理解，咱要知影安怎互上帝主导咱的人生。掌握咱的人生，咱来先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咱来理解，上帝对创造世间进行的认捌咱。所以照圣经中间所讲的，雅各书第1章18节讲，伊照伊家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话创造咱，互咱伫伊所做的万物中间徛第1位。所以上帝对咱的生命中间有真重要的心意。咱来先明白伊创造咱的目的，当然上帝做咱每一个人，检查有无同款的计划，但是有一寡共同类似的所在，这是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的3项代志。第一，上帝期待咱爱哪来哪亲像耶稣。对圣经一开始伫创世纪中间记载，上帝是照什么话来创造人，是照伊的形象来创造人嘛，所以。照理讲，咱每一人拢是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但是人因为罪恶的缘故，失了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疼人，所以差遣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一方面救赎咱，一方面也互咱明白上帝的形象是安怎。所以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咱受造的目的就是要互咱哪来哪亲像耶稣啦。因为咱看到罗马书第8章29节讲，因为上帝有先知影因，将因有先竞选出来，互因会通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有相款的特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明白，咱今仔受上帝竞选出来，上帝是意爱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有相款的特质啊。所以，咱来真认真来读圣经。了解伫圣经中间到底耶稣是安怎做，咱就要学习，透过安尼，咱会当恢复真正人的形象，这是上帝的心意。第2项，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上拢有无同款的计划。
圣经中间安尼讲，咱原本底是伊的工作，这工作伊的原文的意思是讲，咱原本底是上帝的杰作啦，就是讲，咱是伊杰出的作品，是安怎做的？是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做成，为着要互咱行好，行好的意思就是讲，哪来哪亲像上帝。所以上帝对你我的人生拢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所谓咱人生的使命。所以你去了解上帝的计划。当然，咱今仔无要将重点放伫遮咱伫后一讲、第3讲的时阵，牧师较要甲大家做伙来看，到底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是安怎？但是牧师毋讲，今仔日有一个功课派互大家，恁回去了爱好好去思考。上帝恁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恩赐，有啥物款的计划，爱你去完成。但是无论安怎，咱来理解，上帝爱咱完成伊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是期待咱会当荣耀伊，而且带互别人祝福。圣经中间安尼讲，就是既若称作我名下的人，是我为着家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上帝是为着伊的荣耀来创造咱。咱理解上帝并毋是自私哦，上帝原本咧就配得到荣耀，伊得到荣耀的时阵咱才会当得到真实的幸福。因为咱顺服伫伊的计划中间，咱互伊的名得到荣耀，咱本身也领受祝福。所以这是上帝创造咱的三个真重要的目的，互咱哪来哪亲像耶稣。而且完成咱的人生计划，互咱的生命会当荣耀上帝，利益众人。咱伫后一讲的中间，会甲大家针对这个主题继续来看。但是牧师要继续讲今仔日的上落尾一点，就是要数算家己的日子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咱爱去学习，就是爱更新咱家己自我的生命态度。因为咱拄则讲过，咱的生命是有限的。咱因为咱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咱爱更新咱的生命态度嘛。咱爱活出一个积极的生命的态度。第一项，咱爱学习的就是讲，咱爱开始为着一件代志做准备。什么代志？就是为着永远活来做准备啊！咱中间拢有真侪人捌出去旅游嘛，甚至出国去旅游。咱如果若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佚佗，咱拢会做准备嘛，咱来了解讲迄个国家的天气、迄个国家的环境、迄个国家的文化，甚至咱来学几句即个当地的语言，安尼这旅程会较顺利、较快乐。亲爱兄弟姊妹，咱将来是爱去到天国的所在，你即马着爱做准备啊！咱即马着爱。开始为着咱将来要去的所在做准备，实际上，上帝已经替咱安排一条道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咱将来会当去到遐。伫这个地面上，上帝予咱有教会，透过教会生活，咱来学习将来要去到天国的所在。过来，咱因为知影咱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咱来珍惜咱的生命。珍惜生命上较好的方法，就是将每一天拢当作是生命最后一天来活。知影真侪无共款文化的下面拢有请安的话对无像咱台湾人过去的时代咱见面的时阵讲食饱未对无意思是讲，因为迄个时阵物资较欠缺食饱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所以咱用食饱未来祝福对方。真侪无共款的文化，比如讲原住民的布伦族，因的请安的问话叫做米夫米萨。米夫米萨的意思就是讲，你敢要还有咧喘气啊？讲记着面讲你还有咧喘气，会晓活咧，活了真好，这是一种祝福我捌看过一篇文章伊讲有一个修道院内底这院长规定因见面的时阵爱互相请安的话是安怎？是讲爱知影你会死因见面就讲爱知影你会死咱家己讲就好，对着新朋友毋通安尼讲
但是这句话是提醒安怎？用这句话来提醒对方，咱每一个人生命拢有限，咱来把握咱的生命。有时希望恁回去，就爱想这件代志。如果咱拄着生死的关头，咱拄着一个意外，咱知影咱的生命有限的时阵，如果迄个时阵你会当拍几通电话，你会拍互啥物人？你会对伊讲啥物款的话？虽然咱即马现在拢还未面临生命危机，但是我相信遐话拢是咱真心想要表达的。毋通等无机会的时阵，咱要讲嘛拢无机会啊！我常常伫电视的报道，也是报纸的报道中间看到一寡人有生命的危险。譬如讲，我前一阵嘛看到一个人摕着伊的太太的相片，去世界去佚佗。伊讲过去有答应伊的太太要带伊去倒位，结果有一个意外，互伊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相信伊的心中一定充满真侪遗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等于爱想，咱的生命中间，敢有啥物代志应该做，正确应该爱做。如果若无做，咱的生命会有遗憾的。请你这个时阵，你着勇敢去做，莫阁听候。毋通若准咱一定有明仔载会当来做这件代志。这就是种积极的生命态度。咱的生命是遐尼短暂，咱应该爱充分利用来做有意义的代志，互咱的生命完全无遗憾，会当尽咱这有限短暂的生命，来完成上帝爱咱做的每一件代志。今仔是圣神降临节，牧师是何等期待这个时刻圣神的运行伫咱的中间。互咱每一个人拢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也愿意更新咱的生命态度，互咱真正去活出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利益众人的生命。这时阵，牧师要请大家把目睭开开，咱恳求圣神来帮助咱。牧师也要为着大家来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阮遮尔宝贵的生命，互阮会当利用阮的生命来做真侪有意义的事。但是，亲爱的主啊，阮的生命常常受到一寡无好负面的力量所掌握，互阮的生命无法度完成你所期待的计划。主啊，阮真侪人受到真侪无好的事的捆绑，有时阵活踮伫别人的期待中间，无法度活出你所期待的生命。有时阵阮受到这世间物质的引诱支配，诚做物质的奴仆。阮无用试试，但总是找袂到真实的目标。我嘛有真侪人活踮伫后悔中间，活踮伫怨恨中间，活踮伫真侪遮负面的情绪惊吓中间，直到阮无法度真实活出你做阮的目的。恳求主帮助阮，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真实了解生命的本质，活出上帝意爱阮活出的生命。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对打开始，就会当更新阮生命的态度，去做有意义的事来荣耀上帝。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